郭台铭的消息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要争取国民党2024年总统的提名，沿岸夜到新北市长夏友仪的大本营新北市邦桥办造势活动，依照华视新闻这接到独家消息，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的太太，同时嘛是这个郭台铭的表姐张淑芬会到现场去收听。针对这点，郭台铭办公室嘛已经证实有这个代志。针对因表小弟郭台铭要参选到这个2024年的总统，进前张淑芬捌甲媒体讲过，讲伊无清楚，嘛无啥物建议。不过张淑芬沿岸会出现，会出席郭台铭邦桥的大造势活动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